路加與釋經今日同大家分享第二個趣味嘅觀察，同耶路撒冷呢個名字有關嘅。當然耶路撒冷呢個名稱喺新約裏邊扮演重要嘅角色，有佢特別嘅意思。咁同路加福音又有咩再進一步特別嘅關係呢？學者好早就留意到啦，路加表達耶路撒冷呢個字，佢用嘅希臘文咧就叫做 Jerusalem。單睇個希臘文可能未必覺得有咩特別，但係當你比較其他福音書，你就會多啲嘅留意到咯喎。就係咧，我哋睇翻眼前嘅上邊嗰個就係 Jerusalem，就路加用嘅字，特別喜歡用嘅字，喺新約出現咗77次，而路加福音咧出現咗27次，但係未計《使徒行傳》喎，《使徒行傳》出現咗38次，都係路加嘅作品。換言之，路加特別喜歡用呢個字。咁你見到馬太反而用咗一次啫，Jerusalem 呢個字，而馬可同約翰咧係冇出現過嘅。咁但係你又記得啦，明明馬太、馬可同埋約翰都成日提耶路撒冷嘅。原來佢哋用另一個希臘文字，就係下面嗰個叫做 Hierosolima。咁咧，路加反而咧只係出現咗4次啫，喺路加福音。而馬太、馬可同埋約翰呢度分別用咗10次或以上嘅。換言之咧，學者留意到呢個分別，就留意到咧，可能路加對耶路撒冷呢個字嘅運用有特別嘅關注。咁當然你會問啦，究竟 Jerusalem 同埋 Hierosolima 咧，兩者有咩關係咧？大家都表達耶路撒冷，呢個就牽涉到佢本身嘅意義啦。有咩分別啊？大家可以喺網上邊做下功課搜尋下啦。呢度我哋就唔同大家交代，因為今次係一個趣味嘅觀察啫。從呢個字嘅用法，路加用嘅字 Jerusalem 呢個字開始，俾到我哋咩提示咧？學者就留意到路加對耶路撒冷嘅有一啲嘅關注，咁其中一樣嘢可以幫到大家咧，就係同路加嘅結構可能有啲關係嘅。就係咧，幫我哋劃定某一啲嘅範圍，例如過去咧，我哋會將路加福音9到19章咧劃分一個大嘅段落，即係點樣咧？喺路加福音24章裏邊咧，有2節嘅經文，大家或者會留意得到。9章51節，耶穌被接上升嘅日子將到，他就定意向耶路撒冷去。呢度講到耶穌咧，就向住耶路撒冷方向去繼續佢嘅事工。跟住咧，去到19章28節咧，又講話耶穌説完了這些話，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就好似到耶路撒冷咯喎。呢2節經文仲有一個例子啫。呢2節經文咧，就俾學者觀察到第9同埋第19章之間咧，就成為一個大嘅段落。19章28節啱啱讀過啦。耶穌話説完了這些話，即係邊度咧？即係啱啱27節之前所發生嘅嘢。咁換言之，19章28節咧就開始一個新嘅段落。咁第9章51節之前係點樣咧？當一比較之下，你發覺咧，例如喺路加福音4章14到9章50節咧，就講到耶穌喺加利利嘅事工。跟住咧9章51到19章27節咧，就係耶穌喺往耶路撒冷嘅旅程當中，就唔係喺耶路撒冷喎，要去到咧19章28節打後咧，就係耶穌喺耶路撒冷發生嘅事，就係大家熟悉嘅事件啦。咁然之咧，路加咧喺9章51節到19章27節咧，就係一個好大嘅段落加插咗喺中間，學者就叫做 travel narrative。而當中咧出現咗好多一啲路加獨有嘅記載，而所以呢個就引起學者嘅關注同埋進一步嘅研究啦。今日又會純粹透過呢個嘅耶路撒冷呢個字咧，帶出咗學者呢方面嘅關注。當然啦，路加福音嘅結構咧，表面上呢度分咗3大部分。咁當然唔係話單單靠耶路撒冷個名咧就幫到我哋分段落啦。只不過呢個係其中一個好重要嘅線索，同路加所關注甚至佢主題有關嘅，俾大家參考一下嘅啫。好啦，進一步啦，仲有啲咩可以觀察咧？當我哋睇到呢個中間嘅段落，由耶路撒冷呢個名稱開始，9章51到19章27節呢個大嘅段落係路加嘅特色。點樣特色咧？例如大家記得撒瑪利亞人嘅名稱啦，當中原來咧發現出現咗3次，而3次係邊3次咧？記唔記得係撒瑪利亞人唔接待耶穌啦？好撒瑪利亞人嘅比喻啦，同埋咧10個長大麻風醫好咗之後，得好撒瑪利亞人翻嚟係榮耀神感恩嘅。好啦，呢個當中你留意下呢個撒瑪利亞呢個名稱咧，其實喺路加福音咧只係出現咗3次啫，而呢3次正正就喺個大嘅段落中間。甚至你睇埋上下文咧，你發覺咧都係一個耶路撒冷有扯上關係或者耶路撒冷嘅處境之下有關嘅發生嘅。咁咧呢個嘅撒瑪利亞人呢件嘅事，因為呢個名稱同耶路撒冷呢個處境加埋一齊嘅時候，路加想我哋留意啲咩嘢咧？有咩啟示咧？當一個趣味嘅觀察，
交俾大家進一步思考啦。呢度我就唔俾有個結論大家睇啦，呢個值得大家思考一下。好啦，又或者另一個觀察，同一個大嘅段落裏邊，當我哋透過耶路撒冷呢個字眼提醒咗我哋可以咁樣考慮去分段嘅時候，同樣嘅當中有啲特色，兩個人物嘅對比，邊啲人物啊？有馬大、馬利亞都喺呢個大嘅段落發生啦，有財主拉撒路嘅對比啦，同埋法利賽人同埋稅吏嘅禱告嘅對比。啊，當然呢個你會可能會諗起類似嘅對比都有嘅，可能例如咧浪子嘅比喻裏邊就有大兒子、小兒子嘅對比啦。但係咧，俾大家呢三個例子較為明顯嘅，而三個例子當你咁樣去留意到呢個大嘅段落出現嘅時候咧，你又發覺有啲共通嘅地方都係同神嘅話有關。係大家都記得瑪利亞喺耶穌面前聽到啦。仲有呢個財主同亞伯拉罕嘅對話啦，同摩西嘅成為先知嘅話有關啦，同埋法利賽人佢點樣表達自己啊？佢對於神嘅道佢點樣去實踐？但係咧可能係有問題嘅噃，呢啲都係同神嘅話有關嘅噃。好啦，喺當中咧俾我哋啲咩提示咧？咁就去翻耶路撒冷呢個字咯。耶路撒冷呢個名稱咧，我哋要俾個名稱叫耶路撒冷 motif。耶路撒冷一個屬於一個 motif 嘅，即係咧早期都提過呢個字眼啦，即係話咧係。耶路撒冷呢個字本身咧就唔係一個主題，不過咧佢承載咗一個咧路加嘅主題有關嘅事情。喺呢個大嘅段落裏邊咧，我哋睇翻耶路撒冷呢個字嘅出現嘅處境咧，你就發覺咧有一個共通點嘅喎，就係同耶穌嗰個嘅受苦十架係有關係嘅。再當你加埋之前嘅9章嘅開頭咧，提到耶穌幾次預言自己受難，喺9章呢個大段落中間咧又再提。甚至咧稍後23、24章更加係記載咗耶穌實際嘅受苦同埋釘十架嘅事情，你就會明白呢個就係耶路撒冷就承載咗一個我哋大家都熟悉嘅主題，就係十架之路，牽涉到受苦、犧牲、服侍或者復和。換言之，耶路撒冷呢個名稱本身唔係一個主題，不過佢承載咗呢個嘅耶穌個使命裏邊所面對所個背後所付嘅代價，受苦、犧牲、服侍、復和，咁又點樣咧？耶路撒冷個名字，換言之，當我哋明白一個處境嘅時候咧，我哋可以重新去理解翻我哋所熟悉嘅內容啦。例如又去翻9章51到19章27節，大家都熟悉嘅呢個範圍裏邊咧，有好多路加獨有嘅比喻，一講出嚟大家都熟悉噶啦。除咗好撒瑪利亞人嘅比喻之外，又當然有法利賽人同埋稅吏嘅禱告嘅比喻啦，財主拉撒路啦，仲有不義嘅管家啦，同埋其他好熟悉嘅比喻。好啦，於每一個比喻咧，我哋都有我哋嘅諗法。過去咧，我哋都好似好熟悉佢裏邊嘅一啲信息。但係今日透過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呢個用法嘅時候咧，我唔可能提供多一個嘅觀察方向俾我哋理解呢啲嘅教導咧。例如咧，主嘅教導同耶路撒冷呢個觀念有咩嘅關係咧？我哋睇翻呢啲嘅。耶路撒冷嘅名稱提醒我哋耶穌行呢條嘅路，受苦、犧牲同埋服侍嘅路。如果係咁嘅時候，當我哋重新去理解翻耶穌喺呢段大段落裏邊嘅教訓，無論係比喻或者其他教訓嘅時候，除咗我哋過去嘅理解之外，我哋有冇嘗試將呢啲嘅耶穌呢啲嘅分享、呢啲嘅教導放喺呢個嘅十架嘅觀念之下去重新理解，會唔會更加豐富咧？又或者你可能幫我哋更加確定咗我哋過去嘅理解都得嘅噃。我俾個名稱佢，會唔會咧？呢個大嘅段落裏邊所教導嘅嘢係反映緊我哋點樣活出十架嘅生命咧？我哋從呢個角度去理解翻呢個大段落裏邊嘅教導。耶穌當中咧，佢有活出佢自己嘅榜樣，亦都咧透過比喻同埋教導咧，講到佢對我哋門徒嘅期望同十架有關。會唔會呢個係一個提示咧？同樣嘅耶路撒冷唔單止幫我哋或者幫學者初步觀察到路加嘅結構啦，又可以觀察到咧係耶穌嘅教導嘅其他一啲嘅基本嘅背景啦，甚至可能幫我哋重新理解翻某一啲好重要嘅記載。例如俾多一個例子大家睇，大家好熟悉耶穌受試探，喺路加福音裏邊，耶穌受試探3次嘅受試探裏邊咧，特別嘅第二、第三次咧，大家記得啦，同馬太比嘅時候咧，個次序有少少唔同嘅，佢將咧喺耶路撒冷殿頂跳落去嘅呢個嘅試探咧放喺最後，係耶路撒冷有關嘅喎。當然大家有過去有佢大家一般嘅理解，有唔同嘅諗法，考驗耶穌邊啲咩嘢咧？試探耶穌邊方面嘅嘢咧？但係今次我哋加插埋耶路撒冷嘅觀念，當我哋記得留意下，魔鬼領他到耶路撒冷 （Jerusalem）。如果你記得翻啱啱所分享嘅呢個 Jerusalem 耶路撒冷嘅 motif 係同耶穌嘅受苦同埋受死有關嘅時候咧，你就即刻對比到啦。好有趣嘅地方，
魔鬼俾耶穌嘅試探，你留意下其中一個特色，就係佢話你跳落去係唔使死嘅。但係咧，耶路撒冷喺路加要表達嘅概念裏邊咧，就係要死嘅。咁所以呢個試探，你試下放埋喺呢個觀念之下咧，幾有趣嘅喎。啊，究竟我哋喺侍奉上邊係唔想死啊，抑或預備死咧？啊，可以多一個嘅觀點去理解呢個嘅試探，唔係否定極過去個理解，而係會唔會再放埋喺一個大嘅處境嘅特色之下，但係同耶路撒冷嘅觀念，即係話咧，路加心目中嘅 Jerusalem 所帶出嘅意義，點樣可以進一步，無論係幫我哋重新去詮釋，又或者強化我哋嘅個人觀念都可以嘅，就係對比緊你想死，抑或話你唔想死咧，或者預備去死咧，呢個當然講緊係履行神嘅使命有關啦。今日誒做一個嘅另一個趣味嘅分享啦。今日分享咧就到呢度咯噃。